認識競爭條例同埋防範圍標。有市場競爭，生意先會有高效率同創新，消費者亦可以有更多選擇、更平嘅價錢同埋更好嘅產品同埋服務質素。香港嘅競爭條例第619章就係為咗保障各行各業唔會受到反競爭行為嘅影響，確保大家喺公平嘅環境下發揮。企業一邊享受緊條例嘅保障，另一邊亦都要守規矩，千祈唔好做一啲損害市場競爭嘅事。認識多啲競爭條例，除咗幫到你幫客買嘢或者進行採購服務嗰陣可以精明啲，仲可以有效預防圍標或者其他反競爭嘅衰嘢，幫住戶捍衛權益。競爭條例喺2015年正式實施，寫明某啲損害公平競爭嘅營商手法係犯法嘅。當中主要有3條競爭守則。第一，行為守則，唔准有超過一間公司一齊搞反競爭行為。第二，行為守則，唔准市場大鱷，即係好有市場權勢嘅公司濫用地位搞反競爭行為。合併守則，唔准電信業搞反競爭嘅併購。不論公司規模大定細，物管公司絕對唔可以同同行對手私底下搞以下呢4樣大忌：一、夾埋定價，一齊夾定個價，計價公式或者折扣、回贈，甚至信貸條款；二、瓜分市場，分地盤或者分客，講好大家唔搶大家啲客，或者唔入對方嘅地頭起家；三、限制服務及貨品，特登限制市場上某種貨或者服務嘅供應量同種類；四、圍標，私底下講好邊個中標，其他人就特登放棄投標，收回標書，或者報個天價同埋開埋啲無理條件嚟捧個預設中標者上位。另外，呢幾種情況都要小心。要交換資料，平時普通交流行規無問題，但如果同對手交換商業秘密，好似未來會開咩價、營業額、客源資料，咁就會出事。聯營即係內定幾間公司合作，幾間中小企夾埋去接一啲一個人做唔到嘅大生意，本來係好事，但如果借聯營為名，私底下超出了合作範圍去夾埋定價、限產量、分地盤或者換秘密，就會犯法。直向協議通常冇問題，但如果合約限制咗人哋嘅定價自由，例如強行操控轉售價格，或者搞事嗰方本身喺市場好有影響力，咁就會有競爭法嘅風險。想知詳細啲，可以去睇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份第一行為守則指引。點樣防範圍標？物管同事可能會面對成日要幫客買嘢或者揾承辦商，不過一定要投標者真真實實咁去競爭，大家先可以享受到競爭嘅好處。如果有2間或以上嘅公司，表面上係對手，私底下卻簽魔鬼條約協議，咁就叫圍標，係嚴重違反條例嘅行為。物管界採購嗰陣，記得要開着雷達，主動做齊呢幾招嚟減低圍標風險。認清乜嘢係合謀圍標，招標嗰陣評選準則要設得審慎啲，吸引多啲人參投，減少投標者之間嘅溝通機會。喺招標文件寫明不合謀條款，自己起個資料庫，儲低投標數據嚟做分析。諗下使唔使請外判顧問？要請就一定要揾有信譽、單純獨立，而且真係識得評標嘅顧問。圍標蛛絲馬跡，一睇就知有古怪。圍標通常係秘密做嘅，外人好難一望就知。但如果見到以下危險信號，就要打醒12分精神。一、標書有可疑跡象，唔同公司嘅標書居然用埋晒同一啲平時好少用嘅冷門字眼，字跡一樣，字體格式一樣，連紙張同釘裝都一模一樣，錯埋同一個地方，例如串錯同一個字，或者計錯同一條數。唔同投標者不約而同改咗同一個地方，無啦啦喺最後一刻先嚟改標書。唔同公司寄嚟嘅標書，包裝袋上面嘅郵戳或者郵資機印居然係一樣嘅。二、投標斜線中標模式好奇怪，平時投開標嘅熟面孔無啦啦唔入標，但轉頭又去投第個項目。有人投下突然縮沙，撤回標書。同一個人同時幫自己公司又幫第間公司入標，玩輪流坐莊，例如中標次序係甲、乙、丙、甲，
月、丙禁去，或者某個人永遠包攬晒某類特定合約。某間公司次次都入標，但次次都陪跑，從來未中過。某間公司好少入標，但一入就必中。中標者轉頭就將合約分判返俾輸咗嘅對手。中標者唔肯簽約，轉個頭去咗做中標項目嘅分判商，俗稱二叔仔。三、價錢好有可疑，成本明明無變，大部分投標者無啦啦一齊加一樣嘅價錢，唔同標書嘅總價或者分項報價一模一樣，有零仲要維持咗好耐。某投標者喺呢個項目報到天咁高，但喺另一個差唔多嘅項目又報得好平。四、其他警號，投標者之間有通氣嘅跡象，例如甲知識越將標書寫咩，講埋啲露底嘅說話，例如話報價係跟業界建議價，或者大家解釋加價嗰陣用埋同一套花名或專業術語。入標前私下見面，定期搞聯誼活動或者開會。新加入嘅投標者入標價低到離晒譜，好大機會係新仔打亂咗舊人原本夾定嘅圍標局。懷疑被圍標可以點做？物管從業員如果覺得件事有古怪，記得要留底所有同招標有關嘅文件，寫低晒同投標者、顧問等所有人嘅溝通記錄，然後去舉報。競委會接受任何形式嘅投訴同查詢，而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物監局之前已經出咗有關採購服務及防止圍標操守守則同埋良好作業指南，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人跟住做，採購工作就會更專業、更有效防止圍標。